咱台湾伫2025年会将正做超高龄社会，代表长期照顾需要搁较侪精力。不过，这几冬有一寡照顾者未堪这照顾压力，怎态死当爸亲人？要安怎让长照体系搁较集中，防止悲剧搁再发生，是长照政策推行的关键。台南13发生一件长照的悲剧，一个查甫人若想压力上大，制裁袂调，甲吊床的老母害死了后自杀。类似的事件，这几年来一直发生，嘛引发各界对长照政策的讨论。长照这种东西都是非常进阶的服务哈，所以你要能够发现说，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资源，真的要长照法的话，我是建议说，把健保法丢到一边，用一张空白的纸重新开始写。我们知道很多照顾者他其实是不习惯求助的，我们体系内其实是有照顾者支持系统哈，那可是其实还有不普及的地方哈，我们很努力把这些人找出来哈。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把照顾者支持的这个系统也要纳到我们长照政策里面，那是最好的哈。台湾少子化甲高龄化的趋势愈来愈严重，其中爱承担照顾老人的壮年世代压力嘛真大。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长照2.0的计划，预算提供到达有650亿，不过需求也是济过供应。可是，在医疗推行了这么多年哈。那可是使用者可以使用到的民众其实是很少哈，因为这个根结的问题其实还是在那个供给面不足了哈。在医疗这个部分，它其实一部分有长照支付，一部分有健保署去支付，这样才会比较完整。在未来的长照3.0里面，应该要长照3.0要去支付在医疗这一部分呢。学者专家认为讲，长照爱为民众的经济问题、生活甲心理压力等等的层面来处理，相关的政策需要提供更较周全的资源甲协助，才会当为源头解决民众长照服务的需求，避免悲剧持续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